是立头港国小。下一队金鸟国小，请到准备区准备。好，让我们现在欢迎。现在我们先欢迎立头港国小。本校儿童宋江镇于民国81年元月4日成立，经因少子化因素而停训数年。在本校校长王嘉玲之奔走下，积极争取，经会民国99年重新主训，并请国家新传讲师方金生先生担任教练，本校许明进先生担任助理教练。成员由2年级以上的同学，男女混合组成。平时训练利用社团和课余的时间练习。首次参加台南县99年度国民中小学传统艺术比赛，荣获甲等成绩，并于100年2月15日参加盐水风炮南引伊那森比尔森展演。本校宋江镇融合社区并结合国术教学，主训期间经常参加社区庆典活动，更常获邀参与各单位、社团重大庆典表演，深获好评。现在我们欢迎立头港国小。